来咧修道，来咧办道，来咧办事，若安尼，咱敢会当谦虚？会咧，无法度。若安尼，咱修起来道内底敢有涵养，敢有德性，嘛是无。所以因的物件，拢是由内在的自信，咱的性的物件，由咱自己的性地来去忍受。当慢慢你忍受，你克服咱自己的性地的时阵，咱就是在忍。当你忍的过程当中，咱慢慢会去落实谦卑两字哦。当谦卑慢慢去落实出来以后，咱的德性自然而产生。咱的德行自然而产生。
伊是两大方款的，伊的心量就是讲，伊袂去看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种种的芝麻小事，将伊自己的代志拢来当做叫做芝麻小事，无啥物代志比超生了死较重要，无啥物代志比道场的团结较重要，无啥物代志比兄弟姊妹的代志较重要。这个叫做两大方法。有定你的心得属于处方位，就是伊咧处事当中有深度、广度和长度，迄个长度叫做关键。有定这个修道士，伊咧处事一定就是有伊的深度。迄个深度如果迄个深度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内底，深入到自己的意境内底，伊就叫做落实。所以有定这个修道士，伊是一定做落实的。伊是由伊内在当中一件一件、一项一项去落实到伊内在的内心深处。伊毋是咧做互别人看，伊毋是咧做互足听命，伊是点点滴滴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一项一项去落实到内心深处，这个叫做深度。再来就是广度，有定这个修道士，伊咧看代志，绝对伊的看度，伊看绝对就是看整体。你看就是看到团体，看到道体，伊毋是看到个人，这个叫格局，这个叫做广度，来就是伊的关键，这是伊的长度。有定